Hello，咁多位朋友、網友，大家好，歡迎嚟到呢一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一條影片啊，同大家咧傾傾呢一部咧恐怖電影系列作《奪命狂夫7》啊，《Scream 7》。我相信好多朋友即係同我一樣咧，好中意睇呢一類型啊吓嘅一啲恐怖嘅殺手啊，咁樣又要估計邊一個兇手嘅呢類別嘅一啲電影嘅朋友仔咧，一定咧都係好鍾情呢一個系列啦，亦都可能已經係睇咗噶啦。咁啊，想講講我自己個人嘅感受噶啦。坦白講咧，《Scream》咧吓。哇！第一集簡直係歷歷在目，雖然係1996年嘅事，即係距離呢一集呢30年前，估唔到呢時光飛逝啊！咁當其時呢一部呢奪命狂夫出嘅時候呢，可以話好破格啊，好似係呢冇乜人呢係做過呢類型嘅一啲嘅即係電影嘅製作。雖然呢話哇變態恐怖殺手呢就好多戲啦，比比皆是，但係呢一個形象呢，大家覺得哇好鮮明啦，好吸引，甚至乎呢日後呢成為咗呢一個呢好標誌性嘅一個呢恐怖狂魔嘅形象。咁啊，每年嘅萬聖節咧，似乎都一定有人咧係一定要揀做呢一個即係扮演呢一個裏邊嘅 Stab 呢個殺手，因為咧都比較容易扮啦，係咪先？好啦，咁講翻部電影嘅本身啦，好唔好睇咧？咁啊，我知道咧，其實呢一部第7集咧一波三折啦吓，咁啊，因為咧講緊咧本身原定嘅故事唔係咁樣去寫嘅，唔係咁樣講呢個故事，因為咧當中導演編劇咧係即個班子咧係換過嚟，咁啊本身咧喺之前嘅一兩集咧，其實呢個故事嘅脈絡咧已經唔同咗啦，人物唔同咗啦。估唔到第7集咧講翻啊，哇！第一集嘅呢位女主角嘅延伸落去嘅故事，咁啊講緊呢呢個 Sydney 啊嘛，第一集嘅女主角啦，呢一個咧我諗咧好難可以忘記，因為咧1至7嚟講咧，中間有啲咧其實有啲人咧可能冇睇啦，或者唔記得啦，即係唔顯著啊個故事，我自己坦白講都 miss 咗好多集噶啦已經。但係咧呢一個第一集嘅女主角 Sydney 咧係冇可能會唔記得，咁啊今次回歸令我非常之咁吸引啊！雖然話故事本身唔係咁寫啦，但我都唔理啦，咁啊照睇個故事咁樣去講翻佢嘅個家庭啦，佢個女啦，咁啊長大成人，亭亭玉立噶啦噃，咁啊，我想講嘅就係話咧吓，撇除大家成日睇呢類嘅故事，就係想估計啊，話一定咧要估下佢身邊邊一個咧係真正嘅殺人兇手咧咁樣，咁呢個咧係睇呢類戲嘅電影咧最興奮嘅一部分。但係大家知啦吓，呢一部作品咧其實咧就呢個已經唔係重點，因為咧去到最後啦，揭翻出嚟邊一個真正嘅兇手咧已經唔重要，因為咧係估唔到咁滯啦吓，已經唔係咧好似平時我哋覺得咧，哇身邊裏邊咧最似嗰個啊最即係去令人最有懷疑性嗰個咧，肯定唔係，反而咧最平平無奇嗰個咧就會係兇手。但係呢一部咧就唔係咁寫啦吓，咁啊，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唔重要，最重要係咩咧？俾到我一份情懷。估唔到啊，一部咧呢個恐怖嘅電影，所謂奪命狂夫咧，都係所謂咧賣弄一個咧叫咧情懷。咁啊，因為你講翻第一集嘅女主角嘛，一定就係當中咧有一啲嘅感情喺度。咁呢個感情咧，我自己咧係好在意，因為咧我覺得咧，哇30年橫跨。要我諗翻起1996年嘅我呢，就唔好講當年嘅年紀噶啦，一定呢就係呢年少無知，少不更事啊嘛，好年輕嘅時候欣賞一部咁樣嘅即係作品啦。咁啊欣賞佢嘅時候呢，咁啊當年嘅女主角 Sydney 呢，都係一個呢好年輕嘅女子，咁所以呢，你當中呢，作為觀眾嘅我呢，同佢呢，哇真係好有聯繫，好有 connection 啊！估唔到眨下眼就30年啦，大家都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年紀有翻咁上下啦。咁啊睇翻之後呢，一定有份情懷喺度呢，就係呢，哇懷念翻當年青春嘅自己，喺戲院度睇呢部電影，哇咁震撼！睇完之後呢，又哇不斷同人傾啊講啊，同埋呢啲畫面又歷歷在目啊咁樣啊，估唔到呢，眨下眼呢，時光飛逝30年過去，咁呢個呢，係反而係我最大嘅感觸，多於呢係部戲呢，嚇唔嚇到我啦就好唔好睇啦，咁反而唔係呢一樣喎，咁所以呢，係一直睇嘅時候呢，都有呢一份呢感覺喺度醖釀緊嘅即係估唔到一部咁嘅恐怖片都會有呢一種咧情懷滿滿嘅感覺啦吓。好啦，咁講完情懷之後呢，當然呢就講翻個故事本身。咁啊，當然裏邊啊吓，如果唔講估兇手嘅話呢，一定係啲即係啲殺人嘅場面好唔好睇先啊？其實都幾好睇嘅啦。坦白講啦吓，大話睇咗唔少呢類型嘅電影啦吓。咁啊，究竟仲有冇啲咩新意俾大家睇呢？咁樣即係你話純粹就係賣弄血腥啊、恐怖兇殘嘅話呢，咁啊都有好多作品比比皆是。咁啊，所以重點嘅就係話呢，佢裏邊嘅場面啊，深唔深刻先，過唔過癮先啊？呢個反而咧係重要喎。咁我覺得咧都幾深刻，幾過癮嘅喎。嗱，第一
場啊，其實已經好好睇啦嚇，即係好似話去到即係所謂哇呢一間屋咧就俾大家咧回顧翻啊當年第一集嘅時候發生兇案嘅時候咧，哇好多情景嘅咁啊裏邊咧好好玩嘅，即係有啲即係好似 playhouse 咁樣啦。嗱呢一度咧就呢一部分咧邊個就喺呢度被殺噶啦。嗱呢度發生過咩事咧咁樣啊？呢個即係個設計咧幾有趣幾 funny。咁當然啦，到最後咧第一場戲咧都係好震撼嘅，出現個兇手將裏邊咧本來去玩遊戲嘅呢對 couple 咧都殺咗啦咁樣。咁呢個設計唔錯啦，我中意啦。咁同埋咧，裏邊咧仲有其他咧，就係一啲嘅場面，譬如包括呢一個好深刻嘅，即係個酒吧裏邊咧，其中一個被殺嘅人咧嚇，就係插咗落去一個咧，即係嗰啲酒嗰啲即係噴酒器嗰度咧，咁啊變咗咧佢口擘大嘅時候咧，啲酒咧就哇噴射出嚟啦。呢個設計咧都好唔錯啦，幾有趣啦，但係亦都係嘅相當之核突㗎嚇。另外咧。一個即係我覺得幾大嘅賣點咧，當然就係一啲所謂致敬場面、致敬人物啦，就係話嗰位回歸嘅 Stu 啊。嗱呢個 Stu 咧，佢所謂嘅回歸，大家知啦，有睇嘅話咧，佢就用 AI 所謂咧複製出嚟咁樣。因為 Stu 咧喺第一集咧，其實咧亦都已經係死咗噶啦咁樣。咁但係雖然話就係 AI 複製啫，但係呢個佢講係咁講，但係其實拍出嚟係揾翻 Stu，即係飾演 Stu 嘅呢一位演員去即係去做翻呢個角色嘅。咁呢個咧，哇都幾感動喎，得到因為始終第一集咧。我都講嗰句噶啦，係好深刻嘅劇情嚇，即係裏邊嘅所有，即係成個故事咧，因為佢係Scream 嘅一個最重要嘅基調啦。咁所以咧喺第一集裏邊咧，嗰兩個咧兇手咧，其實咧係唔會忘記噶。嗰陣時候咧好震撼嘅就係話條橋咁寫噶，一直以為得一個兇手啦，原來有兩個去扮噶噃咁樣，跟住呢兩個再去到最後一場戲嘅時候咧。都係即係好變態下啦，佢哋哇即係插到傷晒啦，咁啊依然繼續去嘗試啦。哇！我記得我嗰場咧都係好震撼。咁估唔到呢個 Stu 咧，即係回歸去即係呢個角色啊，會回歸翻用呢個咁嘅方法去回歸。咁啊，我覺得咧都係咧都係即係可以好有感覺喺度啦。咁同埋咧，除咗佢之外咧，我哋知道咧喺呢一套即係 Scream 7啦，到最後咧都有好多不同出現過嘅角色咧喺個電視機度咧出現翻嚟咁啊，即係我諗叫所謂俾翻大家呢一個好似好有connection 咧，好有聯繫嘅感覺俾大家。咁我覺得呢個咧係製作上咧係有誠意嘅。咁你話新意都有啦，誠意新意都有嘅，我都中意睇佢咁樣去處理嘅。咁當然啦，我諗最失望嘅就係到最後咧，佢話俾你聽邊個係兇手嘅時候咧，覺得咧哇，真係真係估佢唔到。但係你都覺得係即係呢個玩法咧，真係有冇點寫得㗎啦嚇？原來咧呢個所謂 neighbor 佢一個鄰居咁啊就一直佢嘅生存咧，就因為知道 Sydney 嘅故事嚇，鼓勵到去到而家咧，到最後咧，佢先至去追殺呢個 Sydney，想去個囡囡嚇就可以見證翻呢一件事。咁呢一度咧，呢個寫法咧就係有啲失望嘅嚇。咁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奪命狂夫7咧。其實咧，佢最想寫嘅咧，反而就係一份所謂傳承，就係個女啊，即係 Sydney 同佢個女兩母女之間嗰一份嘅感覺。因為佢個女咧，即係佢個描寫就係話咧，佢一直知道咧自己嘅媽媽 Sydney 咧以前過去發生過一啲嘅事故。咁啊，一直以嚟咧都會有所比較，兩母女嘅比較就係話佢有冇佢媽媽一樣可以咁堅強、咁嘅能力咧，去即係對抗呢啲即係壞人啦，或者去即係為自己咧而可以能夠生存落去啦咁樣嘅。咁啊，呢個女咧嚇，本身以為自己得啦嚇，同埋咧就一直以嚟咧同即係佢自己嘅母親有一個比較喺度啦。咁呢個咧係一個唔公平嘅比較。咁我諗好多人咧可能都會某程度上咧都有呢個感覺，就係話咧作為子女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同攞嚟同自己嘅父母比較，可能自己父母有即係某程度上有啲成就啦嚇，或者有啲嘅能力啦嚇，值得欣賞。但係咧佢對你咧有所謂期望，而你做唔到嘅話咧，咁呢個比較咧，你硬係覺得咧就好唔公平。其實的而且確係，但係你想即係諗深一層就係話咧，呢一個小朋友咧都會長大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有佢一定嘅成就同埋佢嘅能力。到之後佢自己都有佢嘅子女啦嚇，咁再比較落去嘅話，佢嘅子女亦都有一定嘅壓力。咁呢個咧係不斷一個循環嚟嘅，就好似今次呢一部電影嘅寫法係一個循環喺度。咁個女咧雖然咧去開頭覺得自己咧係應該都可以同佢媽媽一樣咁勁咁堅強，但係去到中後段咧佢都話佢做唔到啊。佢媽媽教佢啊嘛，喺電話度教佢攞支槍點樣去對抗嗰一個殺手啦。但係佢話我做唔到，我唔係你啊咁樣。但係到最後咧佢都做到出嚟嘅。咁啊即係結果都係話咧，其實去到最後你都係得嘅，你都有我呢一個咁嘅能力同埋成就嘅，只要你相信自己。咁我睇到嘅就係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咧我覺得
總括而言呢，嗱呢一部電影呢都俾到一定呢嘅觀能刺激大家啦嚇。我覺得啲即係兇殺嘅場面呢都係叫幾精彩幾過癮啦。咁啊故事寫落去都唔錯嘅，雖然話就話呢，佢係改寫過，本身呢一集唔係咁寫，但係呢，如果我唔理嘅話呢，就咁睇呢一集嘅故事，我覺得都幾好睇，同埋我覺得呢，最令我覺得吸引呢，真係揾翻一啲呢舊有嘅一啲演員去回歸呢啲角色嘅回歸。咁啊 Sydney 又做翻出嚟，咁同埋俾到份感覺我啦，見到 Sydney 啦嚇，即係見到佢個樣，當然佢已經成為一個中女啦。咁但係諗翻佢當年嘅時候，佢就真係呢青春少艾、亭亭玉立去拍一部咁嘅電影。咁啊拍一部咁標誌性嘅電影，一部恐怖片，一定有一啲青春少艾去做有魅力嘅咁樣啊！估唔到眨下眼30年，真係有啲嘅感慨嘅。咁睇完呢部《奪命狂夫》之後呢，俾到反而最大嘅係呢一份感慨俾到我，一種好懷舊嘅感覺，好懷念當年哇！即係大家都好青春嘅時候入戲院去好純粹欣賞一部咁恐怖嘅電影，睇完之後哇咁震撼，咁多話題，同埋呢都延續到個故事，延續到個人物落去咁多年。咁呢個的而且確呢係一個幾經典嘅一部恐怖片嚇。所以估無論呢部戲呢係咪你嘅首選都好啦嚇。咁啊，我覺得娛樂性豐富啦嚇，有個驚嚇啦，同埋呢都真係幾經典下嘅，咁啊值得一睇嘅。咁呢個呢就係今次呢我睇完呢。呢一部啊《奪命狂夫》第7集呢，我自己嘅觀後感啦。咁啊，希望呢你都中意，咁中意嘅朋友呢，請俾個 like 支持啦，亦都歡迎你留言啦，講講呢你自己呢有啲咩想法啦，係嘛？咁啊可以嘅話，請幫手 share 影片同埋 subscribe 頻道，撳埋啷啷鐘仔嘅。咁下一部作品仲同大家傾過啦，多謝你嘅收聽收看，拜拜。